大家好，我係 Sponsor 啊。OK，我哋今日嚟教求職法 mensuration。好啦，呢一課咧通稱為呢一個保底同學嘅噩夢啊。好啦，嗱咁基本上啊，OK 喺中六嘅時候，OK 如果你目標咧係拎2或者拎3嘅話咧，其實你可能成個中六 OK 有大部分嘅時間都喺度處理緊求職法同埋多項式啊。OK，我哋 mensuration 同埋 polynomials 呢兩課啊。好啦，咁 polynomials 啦，咁我之前就拍咗呢一個 concept video 噶啦。OK，咁有需要你可以自己睇翻啦。好啦，而求職法呢一課咧，OK，我個人覺得會難過 polynomials 少少嘅，所以我哋個難度啦都係3粒星嘅，得唔得？OK，但係認真講，佢係初中學嘅東西嚟嘅，佢中三學嘅。好，咁我哋咧就分做4個 stage，OK，咁樣去學呢一課，OK 嘛？好啦，第一個 stage 啦，就係你要背到 OK 所有 mensuration 嘅公式先，OK 嘛？想背公式嘅啫。好啦，然之後啦，第二個 stage 就係你要有信心做到所有嘅背式題。OK，咁一陣我都會盡量將大部分嘅背式題嘅 format，OK，或者佢問嘅方法都會講一次嘅。好啦，然後啦，第三個 stage，OK，就係要做到 OK setter 嘅題目，得唔得？要做到線型嘅題目。好啦，然之後最後嗰個 stage 啦，就係你要有信心每一題 mensuration 都拎到滿分啊。OK，包括比例題。得唔得？即使佢叫你玩比例都好，OK，你都有信心，OK，要拎到滿分啊！好啦，嗱，但係認真講啦，OK，呢一課咧，大家係中三學嘅時候，其實個感覺都幾簡單噶嘛，OK，一定簡單過你學四心啊，學圖形嗰堆嘅，OK 嘛？好啦，咁咧，但係你去到中六嘅時候，點解你感覺上會難啦？個原因係因為你有好長嘅時間冇 take up 到呢一課，OK 嘛？係啦，所以我希望啦，OK，你喺你心入面，要覺得呢一課係簡單嘅先，得唔得？OK，好啦，同時間喺呢一課算頗為簡單嘅課題入邊，喺 Longcrack A2 咧，佢通常會嗱，我寫翻喺度先。Longcrack A2 啦，佢通常咧會出一條大概7至8分，得唔得？OK 嘅一條 Longcrack。OK，咁認真講，OK3D 都差唔多呢個分嘅啫，係啦，甚至咧佢 MC 係啦，都會出1至2分嘅。通常就係一條係 2D 嘅 mensuration，一條係 3D 嘅 mensuration，即係一條玩 setter，一條玩即係 3D 嗰啲背式題，得唔得？OK，好啦，咁咧我希望大家保底同學咁一定要練呢一課啦。同時間，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咧，都可以背一條 OK Fustom 嘅歐斯嘅公式啊。咁一陣我哋都會教嘅。好，暫時有冇問題先？即係我介紹呢一課。好啦，嗱冇問題嘅話咧，我哋去背一背式啦喎。好，sorry，佢後邊先，佢後邊先。好啦，嗱求職法啦 2D 公式，因為咧有好多都係大家細個耳熟能詳咁樣去學嘅，OK，包括我哋嘅 parallelogram 平行四邊形啦，OK，細個學咗噶啦，底乘高，可能然後啦梯形，OK，咁就係上底加下底乘高除2啦，OK，然後啦圓形，OK，2派 R 就係個周界，派 R 意思就係個圓形嘅面積，咁呢3個我哋都唔會好重點去講嘅，OK，咁我純粹講條式嘅啫。好啦，最主要啦，就我哋嘅 setter 得唔得？OK，我哋嘅線形 OK， 好啦，首先線形嘅周界啦，條式 OK， 你係當佢係圓形咁樣睇，得唔得？圓周乘翻 theta over 360，得唔得？個 theta 就係你線形咧總有隻角啦，OK 嘛？喺圓心嗰度嗰隻角 OK， 好啦，然後再除翻360，好啦，咁呢一嚿咧呢一個 OK， 即係圓周乘 theta over 360啦，我哋叫做 arc length。得唔得？你可以寫成咧，OK，A boy 咁樣寫，得唔得？嗱，中文叫做弧長。好嗱，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弧長唔係個周界，我哋係要弧長啦，即係我哋間住嘅呢一條。OK，然之後再加翻2條半徑，先係我哋成個線形嘅周界。OK，所以你有時咧，如果見到佢問你個 perimeter。佢會唔會係4派？OK， 係啦，呢一個係冇可能㗎。OK， 冇可能就咁係4派嘅，因為佢一定要係曲線再加2條直線，得唔得？嗱，如果佢寫做 OK 嗱，呢個係第一個情況。第二個情況，如果佢寫個 perimeter 叫4派加8咧，呢個你先會去做運算 OK 嘛？你先會 check 佢嘅啱定錯。但係如果佢就咁寫4派嘅話，佢100% 錯，因為佢冇計到2條半徑，明唔明白啊？係啦，所以佢一定要一部分有派，一部分係加一個 constant，OK，即係面加個普通數字啦，冇派嘅數字，明唔明白啊？咁呢個先係線形周界嘅 format 啊。
好，咁然之後線形面積啦，其實就冇咩好講嘅啫，就係當佢圓形面積，然後再乘翻 theta over 360。OK 嘛，咁呢個就係 2D 嘅公式啦。OK，咁通常就係 MC 會出嘅。OK，咁 Longcraft 就基本上出過一次嘅啫。好，咁我哋繼續後邊 3D 嘅公式啦，咁啊每條都要盡量講一講啦。好啦，嗱，咁我哋咧首先第一個 OK 圓柱 OK，我哋嘅 cylinder。首先我哋個柱體體積啦。OK，柱體體積咧永遠都係底面積。OK，我哋嘅 base area 再乘翻個高。得唔得？底面積乘高啊，呢個就係柱體嘅體積，所以我哋圓柱體嘅體積啦，OK 就會係圓形面積再乘翻佢個高，明白嗎？好啦，咁呢一個就係我哋圓柱體積或者普通柱體嘅體積。好，咁同時間我哋圓柱嘅曲面面積啦，或者任何柱體嘅曲面面積，我哋嘅計法都係 base perimeter，即係我哋嘅底周界啦，再乘翻個高。好啦，點解嘅咧 ？OK，我平時柱體嘅周界唔係sorry，個曲面面積唔係將全部面加埋就一定計到咩？係嘅，但係會慢少少。其實我哋咧可以想像下嗱，例如圓柱啦，你將呢度 cut 側邊啊曲面啊 cut 一條線 ，OK， 好啦，然之後攤翻開做一個長方形 ，OK 嘛？其實咧你會知道佢個圓周 OK 嘛？就係呢一個長方形嘅長，然之後佢個高 OK， 佢個高 OK 嘛，就係我哋個長方形嘅闊，得唔得？咁所以我哋依家咧長乘闊 OK 嘛，個長就係 base perimeter OK， 即係我哋呢個2πr，然後個闊就係佢個高，得唔得？咁呢一個就係圓柱體曲面面積嘅計法，接唔接受到？好啦，嗱，接受到嘅話咧，我哋可以繼續睇一睇，OK，圓錐體咯噃，OK，好啦，我哋咧會見到圓錐體嘅體積，圓錐體嘅體積其實好似㗎，OK 嘛，同圓柱體咧，OK 都有派 r 以是 h，但係多咗啲咩啊？就係多咗1/3，OK 嘛，所以咧我哋唔單止圓錐啊，我哋係所有嘅錐體嘅體積啊，都會係當佢係柱體先。得唔得？柱體嘅 volume，柱體體積，然後再乘翻1/3，得唔得？即係如果佢個底係一個正方形 ，OK， 一個正方形底嘅錐體，佢就係正方形柱體 ，OK， 然後嘅 volume 再乘翻1/3，明白嗎？係唔限死係圓錐都係先係咁做啊！好啦，然之後圓錐體嘅曲面面積，咁呢個真係死背嘅啫。我講話派 RL， 特別個 L 咧 ，OK 個 L， 你可以用派 fact 去計嘅。通常我哋寫嘅方法啦，就係叫做 OK H 二次再加 R 二次，得唔得？即係你見到呢度 OK 黃色間住呢個係一個直角三角形嚟嘛？你個 L 啊個斜邊啊，其實就係 H 二次再加 R 二次啦，就會等於個 L 二次，所以個 L 咧就會寫做開方 H 二次加 R 二次啊。好啦，咁我哋繼續。好啦，第三個啦，球體咯噃 ，OK， 我哋個 sphere。好啦，佢個體積 OK 同埋面積點樣去背條式啦，我都講一講。首先我哋會知道啦，體積個單位叫 cm 3次，面積嘅單位叫 cm 2次，OK 嘛？咁因為體積咧單位係3次啊嘛，所以咧我哋個 R 就係3次。然之後個面積個單位係 cm 2次，所以咧我哋面積個 R 就係2次，得唔得？係啦，背到個次方先。然之後球體嘅話，因為咧 R 3次啊，例如5嘅3次都125啦，咁大係嘛 ？OK，咁我哋咧就乘翻細啲俾佢 ，OK， 乘翻4/3俾佢 ，OK， 好啦，然之後，等一陣啊，寫翻好先，好啦，然之後咧曲面面積 ，OK， 曲面面積咧，因為佢 R 二次，例如5嘅2次都係得25啫嘛，咁鬼細，咁啊乘大啲 ，OK， 乘翻個4俾佢。得唔得？嗱，認真冇數，即我純粹係我嘅諗法嚟嘅咋？OK， 唔係一啲即數學嘅 rules，OK， 係啦，並不是啊，係啦，咁所以啦，OK， 呢一個就我背嘅方法，OK，就因為佢 R 3次太大，所以我乘細啲，好啦，然後 R 2次太細，所以乘翻大啲俾佢，好啦，咁樣去背呢個呢個 sphere 條式，OK， 接唔接受到？好，接受到嘅話咧，我哋 first time 啦噃。好啦 ，frustum 咩嚟嘅咧 ？OK，嗱，如果你見到呢個形狀啊，其實佢就係將一個圓錐體一個 cone，OK 嘛，中間 cut 一刀
OK， 然後 check 到一個大空減細空嘅一個形狀，明唔明白？好啦，嗱，我哋咧係有一條歐絲嘅式可以去背一背。好啦，而呢條歐絲嘅式啦，與其話佢係 Fustum 嘅歐絲嘅式，不如話佢係 Conical Fustum。OK， 我哋圓錐所組成嘅平字頭體啊嘅歐絲嘅式啊，得唔得？好啦，咁我哋咧嗱，正常方法就係大空減細空，咁呢度我唔講啦。OK， 我哋就要講一講 Fustum 條式。體積嘅話 ，OK， 佢會係 power 3乘高啦，再乘大 R 二次，再加大 R 細 R， 再加細 R 二次。OK， 嗱，你可能覺得好奇怪啊，點解會有兩個 R 嘅咧？好啦，因為咧平字頭體本身就真係有兩個圓形啊嘛。嗱，上面有個細啲嘅圓形 ，OK， 咁個半徑叫細 R 啦。下面有個大啲嘅圓形，咁個半徑就叫大 R 啦。咁我哋依家咪直接背翻，I mean， 只要你有 H 同埋兩個 R， 咁你就可以揾到個平字頭體個 Fustum 嘅體積噶啦，可以嘛？好啦，然後空邊面積都有條歐絲嘅式嘅喎，佢就係派大 R 加細 R， 然後乘以 L， 係有少少似啱啱個派 RL 噶， OK 嘛？好啦，咁純粹個 R 變咗做大 R 加細 R 啫。好啦，特別係我哋個 L 係點計啦 ？L 係個斜邊啊嘛。通常咧，我哋嘅斜邊，你會見到佢有個梯形，有個直角嘅梯形。OK 嘛？喺呢一即關個斜邊事啦。好啦，直角嘅梯形咧，我哋計法通常就係將佢分成一個長方形同埋一個直角三角形，得嘛？好啦，而一個直角三角形度，我會見到佢有個 H 啦，佢有個底啊，會係 R 大 R 減細 R， 得唔得？所以個 L 咧個計法通常就會係不是定理，大 R 減細 R 嘅二次，然後再加翻 H 嘅二次，之後開方翻，呢一個就係 L 嘅計法，你明唔明白？好啦，咁我哋就學好晒所有嘅公式咯。OK 嘛？嗱，一陣嗰啲咩背式題啊 ，OK， 或者2D 要去諗嘅部分 ，OK， 咁一陣我哋下條片啦 ，OK， 實戰嘅時候 ，OK， 我哋先再去講啦，可以嘛？係啦，咁我哋咧呢條片其實就差唔多噶啦 ，OK， 咁就純粹去講翻所有嘅公式俾大家去聽 ，OK 嘛？同埋呢特別係呢條歐絲嘅式啦 ，OK， 呢條歐絲嘅式，咁大家都可以認識一下佢 ，OK 嘛？不過都係嗰句 ，OK， 記住你用歐絲嘅式咧，你到時候一定要 uphill。得唔得？你要去始終你去改卷嗰個人咧，有機會係你學校嘅老師。咁你都我相信大家都未必相信你學校嘅老師係會識得晒所有嘅公式噶嘛。咁所以咧，通常佢哋就係見到你答案啱，佢就會 check，OK 嘛？答案錯咁啊唔 check。咁就算你答案啱啦，佢都有機會，OK， 有好細嘅機會啦，OK， 係覺得喂大佬你做緊啲咩？我唔知你做緊咩，然後就直接交叉你，OK 嘛？咁所以你 appeal 完最少有多一個老師同你去 check 咧，OK 嘛？咁你答案啱而條式都啱嘅時候，咁你俾人誤判嘅機率就會低好多啦。明白嘛？好啦，所以記住用歐絲嘅式咧，一定要 uphill 啊。OK， 雖然呢條式其實我諗大部分嘅日校老師都會識嘅。OK，咁所以係咯，希望大家學一學啦，亦都認識下佢。好，咁我哋呢條片就到呢度啦。OK，下一條片啦，咁我就會同大家去實戰一下啦。OK，係啦，實戰一下唔同嘅題目。OK，好啦，咁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噃。好，拜拜。咁多位師兄，如果大家覺得呢條片學到嘢嘅話，麻煩大家 follow 翻我嘅 IG 同埋 subscribe 呢一個 YouTube channel。多謝，拜拜。